我们来为世界各地的莲友提供一个公案，非常有启发性的，对我们修行有正面的很大帮助的一个内容，我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时间接近傍晚，有一位和尚呢，在返回寺院的途中，突然间雷声隆隆啊，下起了大雨，雨势滂沱，看样子短时间内是不会停止的，怎么办呢？和尚着急四望啊，见不远处有一座庄园，赶紧加快脚步前去，希望能够求宿一宿了，以避这个风雨。庄园很大，守门的仆人见是一个和尚敲门，问明来意以后啊，冷冷地说：“哼，我家老爷啊，向来跟僧道无缘，你最好另做打算吧。”和尚恳求着说：“哎呦，外面雨下这么大，附近又没有其他小店人家，还是请你给个方便行吗？”这个仆人就说：“我不能擅自做主啊，等我进去询问老爷的意思。”仆人入内请示，一会儿又出来了，仍然不肯答应。和尚只好请求在屋檐下暂歇一晚吧。看到仆人走出来，表明主人的意思依旧是摇头拒绝的时候，和尚很无奈呀，便向仆人问明了庄园主人的名字。然后呢，他冒着大雨啊，全身湿透，就奔回了寺庙。3年以后，这个庄园的老爷纳了一个小妾，宠爱有加呀。小妾想到庙里面上香祈福，老爷便陪着一起出门。到了庙里面呢，老爷忽然看见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块很显眼的长生入位牌上，心中很纳闷呢，就找到一个正在打扫的小和尚，向他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小和尚笑了笑说：“哎呀，这是我们住持3年前写的。有一天他淋着大雨回来，说有一位施主和他没有善缘，所以为他写了一块长生入位。住持天天诵经，并将功德回向给他，希望能和那一位施主化解冤结，添一些善缘呐。至于详情，我也不是很清楚。”庄园老爷听了这番话以后，当下了然于心，心中既惭愧又不安呐。后来便成了这一座寺庙虔诚供养的功德主，寺庙香火因而终连不绝啊。各位，这虽是一个小小的公案，但是这一位和尚太慈悲了，度量很大，心胸很宽敞，他不记恨，而且又给对他不好的人回向，希望从今之后能够广结善缘。各位，人生相逢既是有缘呐，是善缘还是恶缘，可能在几世以前就已经注定了。如果今世你跟某个人处得不愉快，你更应该要真心诚意的感谢诸佛菩萨的加倍，让你能今生有机会去化解这个冤结，摆脱恶缘的纠缠，并自我提升心灵的层次。反过来，若让恶缘不断的累积，则将逐渐封闭自己未来更多的路向啊，并且还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人生的剧场当中上演着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剧码呀。因此我们要感谢累劫的冤亲债主，并将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们，这才是有智慧的修行者。我们呢，要做一些功德之外，更应该念佛回向，让对方能够心开意朗，把这种冤仇化解消除掉。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很深切明白的知道，我们一定过去有得罪有伤害过他，所以这一辈子他找我们麻烦，有因才有这个果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不应该采取报复的手段，而且要欢喜的去解冤释结，用宽恕包容尊重的心意来对待对方，这才是我们修行正确的方向。今天把这个公案提供给大家，感谢各位，阿弥陀佛。